不是光是啥报纸上讲搿点年纪轻哦，实际上现在家家户户侪碰着，阿拉屋里也碰着。我他孙子讲上海话讲不好，伊自家讲要吃汤团，那么汤团嘛汤团了，要那个里边那个有的一点点那个黑的，伊讲不来。这个普通闲话黑杨酥三个字没个，普通闲话叫黑芝麻糊，他就黑杨酥，那么到底亚酥还是洋酥？哦哟，刚讲不来，交关闲话嘞。要吃啥？我明天要吃虾仁。哎，上海话叫我明朝要吃虾仁，汉人嘛上海话叫汉人，普通闲话叫虾仁。吓人嘞，吓人到光了。所以现在啦，年轻一代他啦沟通是有点问题了。那么阿拉上海呢有一个教授，伊呢叫钱乃荣，伊为了挽救我们上海话，专门出了本书。对吧？叫《上海话大词典》。今朝呢，阿拉个一副八音就专门就上海闲话会得失传法。阿拉请来了2位嘉宾。钱乃荣，知名语言专家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，致力于吴语研究和方言保护，曾开发上海话输入法，并编著了《上海话大词典》。王双庆，知名滑稽表演艺术家，表演风格儒雅，人称冷面滑稽。他自编自演的独角戏深受观众喜爱，久演不衰。下面请阿拉搿个2位嘉宾上场。哎，马老师好，教授啦，啥叫做上海闲话发音人啊？啥意思啊？就讲上海会得发声音的人。就是指这个上海这个在版图上的上海市区，现在叫上海城区了。城区呢，这个上海话呢是开埠以后，发展得相当快。那么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呢是比较正宗的上海话。那么现在郊区呢，有留了海本来是讲上海话人，但是呢因为发展得比较慢，这个原因咯啥，所以呢有种人就讲这个是本地闲话。那么实际本地闲话就是最老的上海。对。那他就是上海辣招募搿个上海闲话发音人啊。我仔细看了看，就是讲年纪轻的当中招不着。我倒想听听2位哪能会得发现搿情况。主要是上海郊区的几个店里向呢，就是不大容易找到，因为呢这个和条件也有关系。因为伊拉年纪轻的人呢，一般到其他地方去啊，比如到上海城里向来，有种超过3年，比如读书到大学就是超过3年了、4年了，所以后来放宽了以后呢，就情况好一点。就是这个可能是因为语言隔伤，因为伊从小没好好教好这个上海话。有2个人啦，小辰光1岁2岁辰光，伊个录像录出来侪是上海话，但是一进幼儿园、一进小学以后呢，伊上海话不会讲了。不会讲了以后，到大学里去再去重新学起这个上海话呢，那么就要隔伤了。那么我记得阿拉儿子小辰光辰光问伊搿问题还要吃伐？哎哟，要了再吃了，阿拉最好问伊吃。最后伊个勿要搿能样子讲。哎呀，吃力了。那么现在为啥呢？刚才我说3不像了，3不像，隔伤了啦。隔伤。我们普通闲话个，屋里来嘛，现在是一种家乡闲话，是吧？那个安徽、四川也有个，还有种人上海话登了上了嘛，也老好个。过了一句出来了，侬讲个勿要，伊讲还要。就是讲阿拉的家长一定要使得小囡啊从小学会上海话，跟牢娘讲就可以了，用不着学。我讲徐老师，就随便让伊讲。阿拉今朝搿能样子，阿拉今朝不要啥随便让伊讲，阿拉今朝让观众来讲，我来出题目，看观众会得讲伐？我记得老早小辰光，人家师傅要考我到底啥地方人，叫我讲4个字，我现在勿讲。外八度桥。对个。外八度桥。外八度桥。对个。照规矩，这个4个字呢，组成的是1个字到3个字。八度桥。我外头八度桥是。我问外八度桥辣啥地方？外滩。我讲，辣啥地方？外滩搿搭。伊开头晓也勿晓得。那老提醒伊呀。外八度桥伊拉讲辣宜城桥海头呀，是吧？各位小朋友啊，这个字认识吗？侬讲个叫啥？乃末。乃末。那么，你那么好，你那么坏，应当叫什么？这个年纪轻人就年纪轻的讲勿来了。妈妈晓得伐？来，侬讲。奶奶。奶奶也可以。早门应当哪能讲？乃末。不是，
侬那么好，侬那么坏，不对个呀，应当哪能讲？啥人会讲啊？举手。阿拉讲起来呢，就哪能咯？哪能啊？侬哪能介好，侬哪能介坏，侬那么哪么一家咯？也勿是。侬介坏，侬介好，这个两个字啊，上海话讲起来啊，叫哥们。哎，哥们我看头的嘛，就那么我看这样吧，普通话那么这个我看是叫这样礼字用，哎，一种意一思。种意思对。哎搿么还有一种呢，呢？那么坏，就是介坏。那么这个呢，要到搿能样子了。搿能样那子么，想搿也到对网上听见个人哪能介恶劣，这能样子恶劣，这么做，那么做的是搿能样子，这个上搿能海叫样子做，搿能样子了。哎搿能做上海话我们太适小朋友听懂了吧？所以这个那么有实际上三个意思。后面一排的第四个，我要考考侬了， 200年，对吧？ 200年，你这个普通话叫什么？啪啪手。 222，搿只闲话辣辣上海来讲比较典型啊，两写了样，哎但是读法没一个相同啊。所以外地人跟外国人要学阿拉上海话，这个三个字摆着，伊马上就到。这个三个字不同的读法，错开了。 200年对吧？年，哎，阿拉今朝王双清老师要招徒弟了。哦，伊年纪轻啊，好，来， 2位老师好，哎，拜师傅哪能拜法？要敬茶啊，要敬茶啊，是吧？那么要举下来了，哦，上去，举下来，举下来，啃个香头，看那个这才要香的，叫五香头。搿只题目有点难度哦。一般假使搿个三个字晓得嘛，伊是正宗的了。什么上海话发音？难度蛮高的。上海话，访客进，哎，访客访客进进，访客进不对个。办客进，办客进。进，哎上海话搿啥意思？王老师先不要讲，啥叫访客进？啊，晓得个人举手。伊就是侬不要去帮伊，一帮伊就干了。因为讲勿是个，来勿是个举手。碰就哭了，叫碰哭进来，就是会得哭。对人碰了几个，一帮一哭，两帮哭，叫伊办客进，搿能解释不清爽了。所以确切的写法应该是这样。哎，确写法应当搿能子。写成功后头一种，就是写成功一只旁敲，那么搿个实际上是一种音动词不动，所以呢实际上是写得勿对的，应该还是应该旁敲进。阿拉写日本的就等能了，这个八代青是做办客进。我也是办客进的。哎，你侬记住想也是访，客大啊。我看红灯记了，这个老太太刚好做奶奶，我眼里是巴啦啦啦啦啦啦感动啊，爸爸哭的，这个记得不哭的，悲伤、激情的这个表演，我看奶奶一生揪心啊，办哭。好了，阿拉看怎么侬哭点啥个味道？男人，我就觉得看了我熬不了。搿只叫啥？阿头，啊对啊，普通话叫做阿头额头，啊，这不是啥？但是上海话叫啥？二锅头。压骨头，压骨头，压骨头，压，一记对吧都想不？起来。那骨头，记头是晓得。一记头，一时上头了，上海话，哎呀，我一时上头一记头都想不起来。哎，现在上海人讲我一记头想不出来，那么两记头侬想得出来？对吧？那么我再考考侬，搿搭叫啥？哎，拉骨子，辣骨子啊，搿叫辣骨子啊？哦，拉格子，哎，辣骨子，搿么还可以啊？搿子我上海人不读辣嘎子的，哎，读啥？搿老子下头，辣嘎子下，搿老子下头，才可以。太丰富了。哎侬，发音对呢，并不等于平常辰光讲的辰光发音对。阿拉搿趟去考的一些这个领先搿个上海话发言人啊，所有的侪是讲我，但是等一些伊蹲辣旁边自家走的辰光，伊就讲我了，就讲我了。所以往往呢问伊的辰光呢，当时伊是用心想一想，想一想就是拿侬最正确的闲话讲出来。但是有当时就是讲不大注意。那么阿拉再来考试。啊，再来。来10个学生，要让阿拉搿点老年人放心，看到㑚搿点小朋友就放心。后面呢，阿拉进第二轮的大家这个选择题的来，大家来比拼。
阿拉先看第一道题目啊。搿个老板老有啥么子个，对吧？管理企业有一套，老快有击败竞争对手。C， 好 ，C 站在这里，你是 B 啊，好，你站在第一。上海话常用语测试，每道选择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。台上的选手们正在紧张作答，相同选择的迅速站成一排。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您会说上海话吗？您的选择是什么？一起来接受考验吧，听听两位老师的评判。上海话勿是讲搿人老有苗头个，老有苗头个，就是啊，叫花苗。哎，搿么我我选择了哎 A 哦。那么哪能会得选择 B？ 对吧？叫做花工，花工嘛，就应该就是讲花头个。老花头，老有花头的，对吧？C 没人选，因为花心大家晓得，这是贬义词了，对吧？伊假是搞花心去搞企业嘛，要选嘞，搿企业垮得快，啊是吧？哪两个是哪选择题？我听到人家侪搿能讲个呀。哎，哪能？花螺丝。搿人有花螺丝哎，侬呢？这有点技术含量。哦，有点技术含量就是啊。方法得比较恰当。哦，徐老师，啥人对？应该是 D， 应该是 D 是花螺丝。这个花螺丝就是讲伊这个人老有花招，老有办法的。花工是指第一美女取悦别人的一种本事。花工往往是指这个男朋友对这个女朋友老有一套，经常会得讲是老好听啊，但是。伊拉拿上海人的老板侪看成为杀猪是吧？对，那都不搞花心哦。那么第二道题目，先看题啊。侬搿个人买衣裳就像寻男朋友一样，黄勿好咯，住勿好。哎，真 A、B、C、D 四只位置拿去列，到底啥人是真的啊？阿拉看，小朋友侬做啥选题啊？猜想，你是猜想的，伊猜想啊，侬呢？专门讲一个人千丝板凳嘛。千丝板凳葛么马上横来横去侪勿好，横来横去侪勿好，葛么总归老千丝啊。啊，千丝啊，啊叫千丝。那么我要问问㑚了，对吧？侬是讲疙瘩，疙瘩嘛就是个挑剔的。挑剔的，哎。啊，你觉得什么？我只认识他呀。哦，你只认识他，其他都不懂。好，阿拉看正确答案啊。阿拉后面请阿拉徐老师来解释一下。搿能又勿好，一能又勿好，所以这个人下去疙瘩，所以下去这个难弄了，左也勿是，右也勿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千丝呢，伊是这个拖拉勿爽快的意思，勿生气的意思。我觉得补习也可以嘛，对吧？侬这个人买衣裳像寻男朋友一样，寻男朋友是要补习的呀，对，玩勿好了，住勿好补习啊。哎，这疙瘩有区别。哎，总归勿灵的，疙瘩嘞，侬得嘎疙瘩，补习了，侬蛮仔细的。像了别个买衣裳，哎，外头看看蛮好，淡淡补挖出来看看，里向淡淡的好伐？哎哟，侬蛮补习。补习。大家啦，不要吃米疙瘩，吃米疙瘩蛮疙瘩的。好，来，今朝我特侬日日脚，又做了推拿，侬觉着哪能点了？那选啥？选个你不要讲，现在的比例是4:6，那是叫下移是吧？那么那是选的是12。如果要我猜，你们今天B和D选不出。为什么我不讲？我要让钱老师讲。今朝是阿拉叫做没淘汰子哦，后头一位全部要淘汰了哦。假使淘汰，那这个全部要淘汰光了，选不出他。来，阿拉徐老师讲讲。适宜就是普通话舒服，搿搭就是讲做了推拿以后，人觉着夜去舒服，舒服就是适宜。适宜是迭个物事合适勿合适？哎，所以呢，根本勿是第二。我倒觉着是叫有一种叫下移，那个字不是这么写的。按摩、推拿、推拿，地狱，老适宜啊。浑身搿样适是适宜宜啊。，就是一种舒服。下意是侬盖了沙发浪蛮下意，脚悄悄。应当是适宜。不好下意，侬随便侬写啥写嘛，对吧？哦，搿眼生活我已经侪安排了，对吧？不要麻烦侬来帮忙了。你拿 A 到这里来，C 辣搿搭。现在是3:7，
这趟是倒塌子哦。不能再后悔一次。哎，现在还允许你们。哎呦，我倒塌呀！啊，阿拉来看啊。哎，安排笃定也可以，哪能叫那个一定要定当呢？前头安排是个动词，后头个是形容词嘛，跟上去不大通的，句子不大通的。这定当就是我这个事体全部安排了，非常确定啊，完全没啥个问题了，就是讲。安生是主要指这个安心的意思。啊，但是照阿拉上海人生活这个语言的结构讲起来了，笃定踏实，这个听了适宜的，对吧？但是的安排笃定，这个听上去不适宜了。只有安排定当，才安排妥当了。那现在呢，定当还有确定的意思当了，，还有确定。那这三家都要倒塌了，啊是吧？安排定当是。啊，好，那他拿算逃过一劫啊！你们3个人算逃过一劫啊！有些人真以的后我不倒过去。允许你们，好吧？我以后取消这个犹豫。啊，哎呦，忙起来哪能，真的够呛哦！你是 B 啊 ，A B，D 有吧？D 没啊？来 A B C， 来 A B C， 大家都跟着走。A 有懂。啊，怎么样？坚持不坚持？再想一下，我再给你们三秒钟，1、2、3，那也要跟啊，那要跟你去懂个人。又跟了。好，我来看啊，正确答案是。对个。那要讲为啥不跟你？来，忙嘛应当闹忙呀，哪能是走油呢？忙得来出汗了。哦，出油了。哎，你刚才是选到 C 的，你为什么不坚定啊？你怕淘汰？左右人太多了呀。太多了，那说明还是倒江湖了。啊，我好觉着还是忙起来老闹忙啊，真的够呛。我些啥闹嘛是这个实际上基本上是个褒义词。搿搭了讲真够呛，实际上是搿个意思就是贬义的。贬义呢，它就是用周游。周游实际上就是事情不佳了，可苦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当然周游呢，伊原来就是冒出油来的意思。忙得来就得的，碗里向包括有文有字，对吧？上海话假是讲忙起来的，忙起来昏头落冲了。这个也是个，忙得来走投无路，忙得来所以昏头落这现在冲。还是老丰富的，就是讲引用这个忙了，伊忙得来周游，也是代表忙得来是不开设想了，照顾不到了。所以闹嘛呢，就是讲场面热闹。好，最后一道题。要死一起死哦。啊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啊！对呀。上海闲话当中，可体面号头句中的好歹一词的，今朝是侬头一个，侬啥道理选这个 B？一直搿样讲啊。一直搿能样子讲，对侬再讲一遍看。胖，阿拉认得介许多年。侬啥道理选 A？啪啪阿拉认得介许多年数了，对伐？啪啪呀。侬是个啪啪，胖，好像有点差不多。假使我选呢，我会得选 A。哎，啪阿拉寻了介许多年，对伐？我和这个白老师是一样的，啪就是酸伊。阿拉对个，来，真理在少数人手里。啊，听老师讲，阿拉现在听侬到底帮阿拉还是帮伊拉？我肯定帮哪个？哎，帮啥人？帮侬啊！哦。跟啪了介许多年数了，对吧？侬哪能眼交情不个？对。就是讲算下来就爬下来，趴下来，应当阿拉是胖算啥了？胖不对，侬对，哪两个？最后一道题哪能？因为保留2个人。不行，好不行。这个观众啦，兴致也蛮高，不管哪能，好像全部失误还是没个。最后一道题阿拉算少数人2个人对个。那么后面呢，我想也有交关外地人登了上海以后呢，融入这个上海这个城市的，对吧？我想听听其他的省市，阿拉侪可以来谈谈。侬
哪能学上海话？好，阿拉搿位女士，侬先报报侬年龄我是78年，78年生的。 70后的，到上海多少年数了？我是96年考到上海来的。哦，搿也有得12年了。我就是讲来上海我是听句嘛，就讲有的可能搿原因，阿拉搿同学呢就是讲上海一个小姑娘，可能那个原因，可能对吧？这个就有点错了，可能那个原因，对吧？哎。 咁么伊拉就跟我比较好嘛，有辰光呢会得跟我讲上海话，有可能是搿种潜移默化嘛，我自家觉着有得搿种。侬啥地方人？啊？侬啥地方？我是江苏泰州人。咁么开头讲上海话辰光，总归勿是介顺利个咯。其实人家要消化侬啊。对个，其实我正式讲上海话是工作了有2年之后了。 哦，因为辣海单位里向辰光呢，一开始大家呢就讲也会得嘲笑侬了，跟侬开玩笑了，同事们会得耍侬开心嘛，就讲伊拉会得跟侬讲上海话，但是呢，伊拉趁机呢会得讲普通闲话，跟侬学嘛。葛么伊拉笑我，侬搿洋泾浜，我笑伊拉，㑚洋讲普通闲话，葛么大家就蛮有劲个嘛。就是我自家回想起来，讲上海话搿段辰光，勿是老刻意的去做搿事体，也是就是一种潜移默化吧。我觉得还是一种潜移默化。 咁么侬觉着学了上海话，特勿学上海话，侬自家有体会伐？到底拨侬带来点啥好处？我记得我第2份工作就是考到社区去嘛，领导讲，侬好像蛮来三嘛，哪能上海话讲得介好？社区一直要特老百姓打交道。对，就要侬讲上海话。但实际高头现在再做辰光长了，因为等了上海社区里也做了5年了嘛，我就觉着上海的老百姓现在也辣海变化当中。有辰光伊拉会得跟侬讲普通闲话嘞，倒是我要跟伊拉讲上海话，伊拉要跟我讲普通话，蛮怪个一种。哦。 但是实际高头，我有小人有，但是阿拉儿子来幼儿园里向，伊会得为了跟我说儿歌的，就是讲伊会得跟我讲啥叨买糖枣，搿老师也会得教伊拉讲。教伊拉讲上海话儿歌，叨买糖枣，3斤葡萄4斤烤，吃侬个肉，为侬烤。对，搿是俺儿子跟我就为侬讨只小花狗好伐？对呀。只环境的问题，我觉着搿是老重要的。葛末伊拉小朋友蹲辣一道是讲。 普通闲话，搿侬家长没办法个。咁么我想问喏，学上海话难伐？我自家觉着勿难。最好的办法是做啥？看电视。关键是搿只环境。我觉着看电视。老早是阿拉看过搿种啥3人麻辣烫啥搿种红茶房啥，还有得啥？像现在看老娘舅，看啥就是。 还是要多看看搿电视，我觉着，包括前头阿拉看滑稽戏，看搿叫啥王汝刚伊拉搿滑稽戏，对王老师。对，阿拉就前头礼拜阿拉看滑稽戏嘛，我觉着还是要多看看搿种物事。阿拉要请2位老师评评，伊上海话标准勿标准？至少是他这个上海的新派的这个上海话是一样的，这个调头对了。最难学就是讲上海话这个官方言当中一种腔调，所谓口音。 那么伊基本上是人家分不出伊勿是勿是。但是呢，听上去当然一交代，一听就晓得这个上海话讲了不标准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哦，王老师讲侬上海话讲了不标准，肯定不灵的。哪能但是呢，70分以上的。 70分以上。蛮好了，能够上海人啊听着这样子，我已经觉着蛮满意了。哦，一般比以为太般了。侬勿拨伊按照滑稽演员，侬今朝又勿是戏剧滑稽演员了，对不啦？伊现在滑稽是一个戏啦，又保留了比较老的闲话。那么阿拉现在呢，语言是总归辣发展的。那么伊他这个年纪轻的人的闲话呢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这样。 王老师呢是从这个滑稽，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比较严格，要求严格。我觉着刚刚搿位女同志呢，我觉着打90分都可以。我觉着讲这个上海话呢，只要讲起来，侬不要要求啥样样子才标准，就能够大家讲了听得懂。语言就是本身是个交际功能。那么生长了上海，希望大家要会得讲上海话。 将来外国人侪学上海话。对。伊到上海来勿会讲上海话，伊吃句。我有一趟搞啥活动，是有一个外国，专门学。上海话讲了蛮好，而且专门办沪语班。出动地出动地教上海。有种小锅菜，私人在请。这个勿单是上海话，就是各个地方方言侪要保留下来，而且要传承下去，因为方言才是老百姓口中。 种种的生活当中啊，最新鲜的词汇、最生动的词汇，侪辣方言当中表现出来。而且好的一些词汇，侪应该吸收到普通话当中去。这个文化呢要多样，
语言也要多样，越是多样化了以后，就会得有创新。如果是单一化，没创新。我现在真正担心是阿拉本土的小人，我看阿拉侪是有交关，同我一样啊，我们属于祖辈了啊，就生辈交流有点困难的，有没有这种普通闲话和上海闲话当中的这个隔？就是讲我到阿拉同事屋里去一个，跟伊一道出去，伊拉个小人对伐，讲普通闲话，但是里向讲眼上海话。落雨了走到一半，外婆伊讲，因为下雨了，到得那个鸭鸭鱼，伊讲。鸭鸭鱼，鸭鸭们是上海话，对吧？应该下雨了，朵雨，对吧？比比鱼，比比鱼，鸭鸭，侬鸭鸭鱼，鸭鸭鱼，就是鸭了一把。他说外婆帮我把裤子扎起来。什么东西啊？裤子扎起来，裤子扎起来，让那个穿起来，穿起来，扎起来。搿种小话蛮多啊。外地人讲上海话讲普通话，搿拉侪勿腻勿。只要是小人，上海话讲勿来。侬要讲搿个笑话啊，侬随便去问哪里家侪有个。我有一趟他孙子做游戏，游戏啥呢？是官本做讲道，我是当这个连长，他是来报告。伊讲报告，坏人把好人捉到，趴着出去了。哎呦，我这个晓得来要死，到底算上海话算普通闲话，侪算不出。就是最近这个上海市教委已经提出来了，就讲了小学当中应该要使这个上海话进入中小学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讲有些学堂已经辣辣做了。阿拉爱人呢是教书的，对吧？伊自家讲，现在啥道理上海话失传？除他阿拉片面的理解这个普及这个普通闲话以外，他阿拉人口这个流动有老多关系。学堂里向有交关外地人来当老师了，伊讲勿来上海话，对吧？那么阿拉有交关这个经济交流啊，交关这个新上海人辣辣上海，可能也是个中层领导啊，也是一个单位负责人啊，那么伊讲勿来上海话，就迫使阿拉要跟着他走，就讲这个。实际上呢，阿拉觉着没矛盾的。外来人到上海用着上海，侬也要学上海话。那么作为阿拉本土的上海人，对吧？更不应该把阿拉自家的本土语言啊，对吧？去被伊忘记它。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。上海话，辣辣这个反映阿拉上海的生活，特别是开埠以来，这个中西融合。这个介许多各地来的人，带来各种好的词汇，是相当丰富的。这些丰富的财产了，要让阿拉子女才能够传承下去。侬讲这个过去，实际上，比如像我是50年代进小学的，学生当中有交关人，伊拉个爷娘侪不大会讲上海话，因为是各个地方来的。但是伊拉进了小学以后，大家侪辣上海话当中。这个氛围当中，所以阿拉搿些上海话就是到现在来讲，搿些同学碰着还是下去这个自然的，而且下去正确。所以不是因为外地人来了太多了，所以阿拉上海话得失了，而是上海人自家要重视这个闲话。上海话只要实际上是跟了爷娘讲起，侬勿拨伊断脱，辣辣10岁以前，伊就可以讲得下去好。用不着像第二语言要活泼莫复搿样子去专门教的。所以呢，只要大家重视，包括小学教师重视，幼儿园教师同时，就讲辣辣推广普通话上好可以外，应该允许大家一道学生能够像阿拉过去一样，能够讲上海话。阿拉要推广普通闲话，因为阿拉上海是国际大都市，对吧？海纳百川，首先要欢迎世界各地。对吧？当时啊，到阿拉上海来旅游、观光、经商、开发，同时阿拉也要谈自家的方言，谈阿拉个地方语言。我搿上海话也讲勿好了，就阿拉自家本土语言也要保护。所以我想呢，搿个他推广普通闲话，他是这个学上海话，我讲一眼勿矛盾，对吧？相辅相成。咁么我今朝呢，阿拉节目非常感谢阿拉徐老师，也感谢阿拉王老师。那么阿拉希望每个观众侪要做传承阿拉上海本土语言的传承者、积极推广者。传承者，
传承在不好啊，既要积极推广普通闲话，又要大胆讲出那个上海话。